光叔喺忙碌而充實嘅生活裏邊咧，反而越嚟越精神。你學得我咁樣肯活動，你就將延長自己嘅生命力。呢個係咁，冇得好講嘅，天唔會賜俾你嘅。嗱，總括嚟講咧，光叔將佢嘅健康同埋長壽秘訣咧總結為基因、心態同埋多動。而佢認為長者只要掌握後面嗰兩點啊，晚年生活一切皆可能。心態，即係我心態同人一樣。嗱，呢個世界我對個老婆都咁講，一種米養百幾種人嘅，脾氣唔好嘅呢個憤氣嘅耿耿於懷嘅，一句都藏唔低嘅，特別觸發唔審嘅，嗌咗兩句見你一世嘅，所以我教人個兩大。光叔面上嘅笑容，說話興奮時嘅手舞足動，呢種熱情同埋活力，亦都深深咁感染咗我哋。光叔唔會有孤獨感，係因為佢已經揾到晚年嘅精神寄託同埋意義，仲有嚟自屋企人就近嘅陪伴同埋關懷。因為你一個人咧，學到老做到老，能夠企上企住做嘅，你都唔好錯字。